井底之蛙，一個被誤解嘅故事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大家都聽過嘅故事——井底之蛙。呢個故事你一定識啦。講隻青蛙住喺井入邊，有瓦遮頭，有水飲，有得休息，覺得自己生活得幾安逸，幾幸福。直到有一日，一隻海龜嚟探佢，青蛙攞住主人家嘅姿態，介紹佢嘅豪宅，話我呢個地方真係最正啦，又安全又舒服。仲有井口望到嘅藍天，簡直係天堂。但海龜聽完之後就忍唔住串佢一句：你見識真係少得可憐，你根本唔明白外面有一個比你想象中大幾百倍嘅世界——大海。呢個故事傳統上教我哋咩道理呢？通常會話做人唔好咁自滿，唔好局限於自己嘅視野，要跳出舒適圈，多見識下世界，甚至要學識聽人哋嘅意見。但坦白講，每次聽呢個教訓，我都覺得有啲怪，甚至覺得青蛙被呢個故事嚴重誤解咗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從青蛙嘅角度重新睇一次井底之蛙呢個故事。一、井底之蛙真係咁無知咩？首先，隻青蛙真係咁見識少咩？我覺得未必。大家諗下，隻青蛙住喺井底，呢度係佢嘅家。佢生活得安穩、舒服，甚至感到滿足，咁有問題咩？對於一隻青蛙嚟講，有瓦遮頭、有水飲、有食物，就已經係一個完美嘅棲息地。同時，佢都好清楚自己嘅生存條件，佢唔識游水，唔適合大海，冒險出去可能會有生命危險。所以呢隻青蛙俾人批評目光短淺，其實係好唔公平㗎。佢唔係唔知外面有世界，而係佢知道自己嘅極限，知道喺井入邊生活係對佢最適合嘅選擇。你可以話佢缺乏想像力，但你唔可以話佢自滿，因為佢嘅生活已經符合咗佢嘅需求。二、海龜真係咁高見咩？講完青蛙，我哋又睇睇隻海龜。海龜講咗句咩話？你嘅見識真係少得可憐，外面有大海，你應該出去見識下。聽落似乎好有道理，但其實隻海龜係咪真係正確呢？首先，海龜咁講係因為佢識游水，佢嘅世界就係大海，所以佢覺得大海就係最好嘅地方。但大家諗清楚，如果唔識游水嘅青蛙真係聽佢講跑去大海，結果會點？多數係即刻溺死，仲可能俾其他生物食咗。海龜用自己嘅優勢去貶低青蛙嘅生活方式，根本唔係喺幫青蛙，而係喺彰顯自己嘅優越感。再深入諗下，隻海龜見過大海，但佢係咪真係見識得更廣？佢有冇見過天空？有冇飛過雲層？喺我哋作為人類嘅視角嚟睇，無論海龜定係青蛙，都係地球井底之蛙。佢哋睇唔到宇宙，更加唔明白自己生活嘅地方只係宇宙入邊一粒塵土。咁究竟係青蛙嘅見識少，定係海龜嘅優越係假象？三、換個角度重新理解故事。如果我哋唔係從開闊視野嘅角度睇，呢個故事仲有冇其他啟示呢？其實有。呢個故事可能係一個交友警示。大家試想下，隻海龜嚟到青蛙嘅屋企探佢，唔係欣賞人哋嘅家，反而係講人哋見識少，仲話人哋要離開自己熟悉嘅地方去冒險。咁樣嘅朋友，究竟係真心為你好，定係喺貶低你、抬高自己呢？現實中，我哋身邊可能都會有啲海龜型朋友，佢哋會同你講，你應該咁樣做，你應該改變自己，甚至批評你嘅選擇太保守、太無知。但問題係，佢哋有冇真正了解你嘅情況？佢哋嘅建議真係適合你嗎？有時候呢啲為你好嘅意見，反而可能會令你陷入危險。正如隻青蛙，如果真係聽咗海龜嘅話，去咗大海，結局多數係悲劇。呢個故事其實提醒我哋，唔好盲目聽從人哋嘅建議，要小心分辨真正對你好嘅朋友，同埋只係抬高自己嘅人。四、我哋應該學識咩？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最終呢個故事想教我哋咩呢？我覺得唔係話要完全否定開闊視野嘅重要性，而係要用更全面嘅角度去理解。一、尊重自己嘅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喺自己嘅井入邊生活得開心又安全，咁你嘅選擇冇問題，唔需要因為其他人嘅批評而懷疑自己。二、清楚自己嘅極限，唔係每個人都需要跳出舒適圈，有時候留喺井底係一種深思熟慮嘅選擇，而唔係無知。三、小心交友。真正嘅朋友應該係尊重你嘅處境，而唔係用自己嘅標準去批評你。唔好學海龜貶低人哋為樂。四、思維嘅局限係普遍㗎，無論係青蛙定係海龜，我哋每個人都係某種程度嘅井底之蛙。與其批評他人，不如
如共同探索更多可能性。總結，井底之蛙嘅故事教咗我哋咩？唔係簡單咁話要開闊視野，亦唔係話要跳出舒適圈，而係提醒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同限制，唔需要因為人哋嘅批評而迷失自己。同時喺交朋友嘅時候，要識得分辨邊啲人係真正對你好，邊啲人只係用批評嚟抬高自己。所以下次再有人講你係井底之蛙，你可以笑住答佢我係，但至少我知道自己井底嘅生活有幾幸福，或者你都係另一隻井底嘅生物，只係喺另一個井啫。如果你認同呢個觀點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，記得訂閱或者喺留言區分享你嘅諗法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